天，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更新跟随他的引导，在释迦的路上奔跑。没声。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释迦的路上奔跑。我要歌颂，我要歌颂我的主，在一生中，我还有气息，就要赞美我的神。我默想主我的神，越甘甜。靠主喜乐，我要依靠我主喜乐。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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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其实很像有在跳舞的那个圆舞曲的感觉。你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更新跟随他的引导，在释迦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
可能进入中年了，就越来越觉得老歌很好听。天韵的歌呢，20年前的歌，老歌。20年前。20年前。都没有 YouTube 都全用吹的白条啊。对啊，我要歌送给我，我唔知我最快乐嘅歌。歌词都怎么办？对啊。剩下5分钟哈，5分钟我们祷告一下，然后就准备开始。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服事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器械，为我们的这些音控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司琴师会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崇拜在线上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虽然我们不能实体的崇拜，但是我们的同工仍然在这里衷心的在这里侍奉跟服侍。无论我们是在台后的后置，或是在台前的侍奉，愿你都悦纳跟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祝福我们所有的工作事工都一切顺利，所有的器械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而行，都能够顺利的使用跟完成。谢谢主带领我们的音控的同工、投影的同工，我们的司会司琴都能够十分的蒙恩。今天的信息能够进入人心，能够使人得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会对。问候的时候就请线上大家彼此问安就好了啊。对。对。对。奉献就请大家齐唱那个奉献歌就好了。这边看不到没关系，他那个后面。喂，有了哈。OK。无啊，对我特别嘛换迄个多焦的。真的，现在用手机用多了，都会眼睛都会那个看不见。2分钟，开始。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祷告，请静下心来。天父上帝，创造万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是我们宝贵的应许。你在经上应许说，你心里如何谦卑，愿意按接纳我们这些劳苦重担的人到你里面享受安息。主啊，我们以你的信息为粮，以你的应许为保障。此时我有所需，我有所求，按自己的需要祈求。主啊，我相信我祈求就能得到，寻找就能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在还没有得到应允之前，我要将感恩和称谢的祭献给你，免得成就的时候显出我的亏欠和不义。主啊，也求你赐下平安，在这台湾这片土地上，让疫情早日离去，恢复我们正常、健康、平安的生活。我们要呼求你，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歌颂你，因你是我四周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上帝。我躺下睡觉，我醒着，你都保佑我。我要时刻亲近你，等候你，我的心要全然归向你，歌颂你。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敬拜诗歌，我要歌颂，在新灵粮诗选33首。主，在一生中，我还有气息，就要赞美我的神。我默想主我的神，越甘甜，靠主喜乐，我要依靠主喜乐。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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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颂我的主，在一生中我还有气息，就赞美我的神。我默想主我的神，越甘甜，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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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寿。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接下来启应文，今天的启应文在诗篇20篇，诗篇20篇，在旧约553页。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20篇，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上帝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事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上帝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来，第9节，我们一起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阅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中南半岛国家越南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区教会祷告，台中卫道堂吴东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造就来祷告。也一起为我们第一线防疫的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尽都顺利。接着我们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今天的经课有2个地方。第一处
在撒母耳记上15章34节到第16章13节。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6到10节，以及14到17节。等一下由诗会来攻读。撒母耳记15章34节到16章13节。撒母耳记15章34节，16章13节。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极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和华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耳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之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以上第二次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6到10节，以及14到17节。哥林多后书5章6到10节，以及14到17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圣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原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即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免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4章26到34节。经文在马可福音4章26到34节，一样由我来攻读。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及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正道，看耶稣说故事。我们请我们蔡文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还有在线上的见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虽然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用各样的方式一起来聚会，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所以平常我们可能都不觉得能够来聚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有许多事后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正常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能够有正常的聚会是一件美好的事。那特别现在是端午节的期间哈，所以请大家也是仍然要乖乖在家里，那戴口罩、勤洗手，这些非必要不要出门，不要跨区的移动，这些都是我们时常在提醒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对上帝有信心，但是有信心不是用在好像我们不怕病毒，好像我们不怕这些的这个灾难，或是不怕这些的灾害，并不是这样，而是上帝保守我们，保护好我们，我们保护好自己，那上帝也必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所行的路上不至于遇到这些的危难跟危险。所以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曾经用过这样的经文，他说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事实上，耶稣要告诉撒旦的这句话是，上帝的话说的是什么？他说不要试探主你的上帝，意思就是不是自己去找那个试探，不是自己去找那样的一个状况去面对，而是我们相信我们正常的生活，无论行路躺卧，上帝都必然会保守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仍然在家里面要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会上，在国家里面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跟帮助。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作是一个真的那有一个医生跟一个工程师，他们这个共同喜欢上一个女孩子。那他们当然喜欢女孩子一定要追求女生，所以这个医生呢，每一天就送一朵这个玫瑰花给这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工程师呢，他每一天就送一颗苹果给这个女生，然后送久了之后，女生就一直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工程师每天要送一个苹果给她？所以他就问这个工程师说，送玫瑰花我知道，玫瑰花的意思是表示那个情爱跟爱情的意思，那你送苹果是什么样的意思？结果这个工程师就告诉他说，因为我希望你可以离医生远一点and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 away， 意思就是那个，因为他另外一个男朋友是医生，所以他希望说我每天送你一颗苹果，让你离那个医生可以远一点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求上帝帮助。其实有时候智慧
跟一个幽默，其实也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可以展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困境跟患难的当中，我们常常叫做这个苦中作乐。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辛苦的当中，或是在一些患难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跟平安、平静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引导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帮助。今天刚刚我们的司会有跟我们开头做了一个经文的提醒。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那耶稣他有一个样式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在这个追求表现的时代里面，追求关注，其实让我们也能够学习来培养谦和跟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着安息。”然后他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谦卑是学习基督的样式。但是对于谦和或是谦卑，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会认为谦卑是谦和或是谦卑好像是一种虚假或者是软弱的表现，或者是使人变得没有自信，或者是缺乏安全感，或者是社交有困难，或者是过度的沉默。我们常常会把它定义成好像不讲话的人，这样是比较谦卑的。但是真正谦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个好消息频道里面有一个这个单元，现在讲到有关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节目里面有的一个内容。他说谦和是什么？谦和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有限，对待他人是以他人为客的态度，愿意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谦和其实不是把自己为尊，而是尊重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帮助，并且了解自己是能力是有限的，还有自己的一切所有都是有限的。很多人常常自我膨胀，认为自己能够一切所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做的，或是都做得到的。其实呢，需要去学习一个事情，是看到我们自己能力上，还有我们的一些的事情上，我们是有限的，并且我们需要对待他人好像是尊重客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并不是因为尊重客人，好像我们自己就太过卑微，而是让我们能够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对方，然后愿意让对方能够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谦和并不是软弱、没有自信、缺乏安全感，相反的是谦和能够让人能够受到喜爱，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又良好的印象。那特别现在的人时常愿意能够常常展现自己，但是能够谦和跟谦卑是一个很好的品格跟德性。特别在当别人在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于的这样的一个膨胀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对别人是一种伤害。所以需要学习怎么样用谦和的态度去跟人来相处。好，所以培养谦和，然后让生命能够高飞。所以谦和是耶稣的生命的一个流露啊。所以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来过一个谦和的这样的生活。那心理学上面研究发现说，谦和的人能够拥有更多的朋友。那谦和是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能够跟人有很好的相处。那第三个，谦和是能够滋养心理的健康，包括能够摆脱怨恨、包容错误，还有饶恕等等。所以当我们能够谦和，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能够包容跟接纳跟饶恕别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其实谦和是真正的脚踏实地，而不是过于自己的膨胀。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几个这里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
无私是什么样的意思？无私就是要多把别人放在心上。那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把别人的事情能够放在心上面，说话的时候多想到别人的感受，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需要。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说一些话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一些的感受。或许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也需要能够有一些的节制。当有一些人他们受到一些患难的时候，或是在痛苦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多体谅别人的感受。那第二个，谦虚。谦虚的意思并不是好像一个很卑微的，很多人把自卑跟谦卑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自卑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圣经上虽然讲那个自卑，但是自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自卑。圣经里面讲的自卑是自我卑微，而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自卑的那个态度。自卑是看不起自己，但是谦虚并不是看不起自己，而是不夸耀自己。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谈论别人的表现的时候，需要给予别人多加的肯定。那但是对自己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幽默的方式，包括有一些好笑的方式，并不是我们要夸耀自己，而是有一些时候需要能够让别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很谦卑的、很谦和的人，而不是一个好像是长了刺的人。比如说有些人成功的时候，不是要去夸耀说你看我多厉害，或是我多强，不是，而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若不是有许多人的帮助，我们实在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不是他自己的成功，而是许多人的帮助。所以谦虚是能够看到有别人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是出于真诚的，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提高太高，或者甚至是把它膨胀的太好，或是不怕别人去看到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或是弱点。其实真诚的接纳自己是需要的，包括接受自己的优点，也接受自己的缺点。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优点跟缺点，所以正常的态度就是接纳好的我、坏的我都是真正的我。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去好像只有凸显自己的优点，然后去掩盖自己的缺点，而是接受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是好的我或是坏的我，都是真正的我。好，第四个，亲切，能够对人常常表达感谢或是感恩。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能够成功，不是我们自己成功，而是许多人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无论在工作上面能够成功，家庭能够成功，事业能够成功，或是人际关系的成功，都是许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不是去好像凸显自己或是高举自己，而是要常常表达感谢跟感恩，感谢那些愿意支持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他们也被尊重。所以常常表达感谢跟感恩，给予支持跟协助跟陪伴的人，将这些人放在心上，带出感恩来对待他们，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的一个亲切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最后就是尊重，我们期待以善意来对待每一个人，不是出于高人一等的这样的姿态，而是主动以善意跟他人产生的一个连结。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的，包括在团体当中劣势的人或是比较弱势的人，他们也都需要别人的尊重跟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然后遵守约定，能够信守承诺，这些都是尊重别人的方法跟态度。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现在很捧吹这个网红的时代，不小心很多人都会变成网红，包括牧师有时候也会变成网红了。但是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被凸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保持谦卑跟谦和的态度。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是耶稣讲的一个两个重要的一个比喻，或者是说故事。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当中的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也都应该被听见、被看见，或者是应该要被能够了解。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我们常常很喜欢听别人讲见证，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别人讲一些他怎么样去经历一些苦难，然后最后怎么得胜，或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他可能出了一些的意外，或是车祸，或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上帝恢复跟医治了他。
我们都常常会喜欢听到这些的故事，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很美、很棒的。当我们能够信手拈来，当我们能够常常做一些的记录，或是常常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有很多的美好跟帮助。不是只有羡慕别人有这个故事，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可以影响别人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我们说耶稣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讲故事，那耶稣讲故事不是没有原因的。耶稣常常讲一些的故事，用故事、用比喻，然后来让人知道一个很深的道理。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常常用比喻、用故事来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很困难，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当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用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天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老师跟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老师的作用就是要把很困难的事情要讲得很简单，然后学者就是要把很简单的事情要讲得很困难。所以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他并不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好像太高深的学问里面，而是要把天国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物，这样一个好像让人无法去碰触或是没有办法去摸到的东西，能够用很简单的表达，让人看到，原来天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我们能够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33节的地方，耶稣用比喻、用故事来讲些天国的事情，为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3节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投影片上的经文，或者是我们直接看圣经里面，在刚刚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第4章33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道常常是用很简单的比喻，常常是用故事，常常是用一些我们看得到的、触及得到的东西，能够来讲这样的比喻，而不是用学者的方式或是态度来讲很多的内容，太高深的学问，或是太过这个专有的名词，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理解。所以耶稣讲故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人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明白，能够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所以耶稣会知道哪一些人的程度是可以听故事的，哪一些人是可以听真实的言语。所以当门徒在的时候，耶稣就直接的告诉他们有关天国的事情。但是对于众人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能够让这些人能够稍微的能够了解跟明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2个区别，一个是进天国，另外一个是进天国。这2个词好像一样，但是是不一样的内容。一个是靠近天国，一个是进入天国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所以这样的人是在天国的里面。包括在第3节的地方提到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些都是叫做在天国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实景跟实况。而靠近天国是什么样的意思？是我们稍微能够明白跟了解耶稣所讲的话语的意思。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说，律法中第一且是最大的是什么？耶稣就告诉他说，律法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他说其次也要爱人如己。后来这个文士就解释了一番，他说爱人如己这个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耶稣说，你已经离天国不远了。所以那个叫做进天国，接近天国。但是真正能够进入天国，是你要重生，生命能够改变，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让你的生命得着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耶稣用2个不同的故事来代表天国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一个撒种的故事。当然撒种的故事不是只有在这里讲到这个撒种的故事，而是在这个段落之前，耶稣就讲了撒种的比喻，也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撒在路边的，或是撒在这个石头地上的，撒在荆棘里的，
或是撒在这个好土里面的，这个是在前一段的内容里面讲到的。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第24节以后，耶稣讲的内容就更深的加入到怎么样去看到天国的成长。所以他说，这个人撒种的时候，27节我们来念一下27节的地方哈，27节一起念来。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所以这个撒种的人，他把种撒在地上的时候，假设我们这个农夫他把种撒在这个好土地里面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长起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天国的种子，当上帝的道进入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去发芽成长，人不能够晓得，人不能够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说，哎呀，我如果传道给哪一个人，我如果跟谁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他可以里面有种子，可以长出这样的一个美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运作是怎么样起来的，或是上帝怎么样让这个人可以能够有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可以长出来，上帝的道可以这样的长出来，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好像在说一个农夫，他在撒种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种子是怎么长起来，但是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把种子能够撒在这个地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能够成长，是这个种子它有生命力，以至于它能够自己能够这样长出来，是出于自然的，这不是人能够去控制，或是人能够去控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说，哎，我传福音给这个人，这个人就要得救信主；我传福音给那个人，那个人就要接受耶稣。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跟等候。所以这里提到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人却不知道如何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农夫他只顾着去撒种，但是怎么样成长，不是这个农夫可以去控制的，乃是这个种子它能够有生命在它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成长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工作跟做工。当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它有生命，就能够长出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就能够长出这样的一个农作物来。我记得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教会牧师的讲道吸引了我，或者是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主日学的这个教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圣经教导让我能够来信耶稣，而是当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参与这个青少年团契的时候，里面的这一群人，他们对人的态度，以至于我感受到，哇，原来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布道就是我们把上帝的道，把上帝的话讲给别人听，这样就是布道。除了这个以外，真正的布道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个种子能够撒在人的身上，让人得益处得帮助。所以不是只有话语上的帮助，有时候人透过我们的行为或行动，这样一个关怀的行动或表现，以至于人也能够这样来认识上帝。所以认识上帝不一定是要讲花言巧语。记得我们在前几天在神学院的上课的时候，那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就问了一个事情，问说传道人一定要很会讲道才能够当传道人吗？那我的回答是，并不是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很会讲道。有一个广告词说，我真罕慢讲话，但是我真实在。你是不是有那样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不一定是要透过讲话，而是你的生命的展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能够成长，这样的种子能够成长发芽，能够有这个农作物谷物能够成长的时候，结出果子来，我们就能够对人有影响力。但是我们怎么样对人有影响力？如果要认识上帝，就必须要把时间交给上帝，要给上帝有时间，用任何的来培养与神关系的时间都不是白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在现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出去玩，很多人没有办法出去做一些的其他的活动，只能够待在家里面。这正是我们可以需要跟上帝美好交通的时刻。或许以前我们会说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因为这个太忙碌，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有时间读圣经我没有办法祷告，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缠绕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运用，包括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也许有的人还需要工作，也许有的人还需要去上班，有些人还需要去照养自己的孩子，这些事情还是继续会运作。但是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已经要多了很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去白费这些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专心在祈祷跟读经上面。所以很多人期待礼拜天来做礼拜，然后来领受上帝的话，当然很好，好像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去吃一次的大餐，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靠一次的大餐来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吃一餐的大餐之后，然后这一个礼拜我就不吃饭了，并不会这样。我们每一天仍然需要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天仍然要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交通当中，每一个时刻都是美好而不是白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疫情里面也显示一个事情，是让我们看到不是要靠着礼拜天的供应，而是要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回应。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帮助。所以当这个谷物成熟的时候，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谷物成熟了就要用镰刀。我们来念一下29节的地方。29节，刚刚我们读经的经文里面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29节，一起念来。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谷物既熟了，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昨天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突然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被破碎了，或是你的生命好像被收割了，好像被刀这样的去割掉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照着你的期待或是想望去做的时候，也许你会经历到一些的破碎跟痛苦的时候，那样的感受就好像是谷物熟了，但是却反而是要用镰刀去割的时候。镰刀的割断是一个破碎跟痛苦，但是这个镰刀的破碎跟割断却是能够帮助我们收成这样的谷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觉得你的生命成熟了，当你觉得你的生命成长了，当你觉得你在主里面你有这样的领受，并且你能够渐渐的成长的时候，要知道有时候上帝也会用镰刀来对付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所成熟的果子可以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的一个谷种如果没有收割的时候，它又会落到地里面，又会再长，当然会再长，但是没有办法对人有帮助。所以如果要对人有帮助，要能够成为面粉或是成为米饭，必须是要收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用镰刀来收割我们，有时候上帝会用一些的方式来破坏我们，包括让我们离开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的舒适圈。但是上帝这样的工作，让我们的结出来的果子是能够对人有益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期待在一个地方舒适圈里面能够自己好就好，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许多人在听了讲道听了几十年的时候，依然没有办法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那样就没有办法对人有益处、有帮助。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转变，不是每一周只有听讲道，还有那个做礼拜，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能够改变，并且要靠的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的主的亲近。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要成熟的时候，不是只有来礼拜天听讲道，而是每一天我们与主的相遇、与主的亲近。当生命成熟的时候，要记得镰刀就要来到我们当中。那样的镰刀也许是一个痛苦，或许是一个改变，
或许是一个迁移，或许是一些的状况，让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或生活。但是这些反而是让我们所结出来的穗子、结出来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是可以更多的来帮助跟造就别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我们成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多成为别人的帮助。第二个，耶稣所讲的比喻，讲到的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那如果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到 PPT 上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芥菜种，他们的芥菜种跟我们在台湾吃的芥菜不一样。那个芥菜，请大家可以在图片上可以看一下，下面有一个比例尺哈，那个下面那个20 mm 那个是一个叫做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距离，所以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种子其实是很微小很微小的。这一颗的小种子，耶稣把它比喻作天国。他说31节，我们来看一下3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一起念来。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好，这个小小的芥菜种，他说比白种都小。这些小种子，它种在地里的时候，32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32节，他说，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样的对比，这个投影片上面一颗小小的芥菜种，当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如果它长到极大的时候，它居然可以像一棵大树一样，而且是可以荫蔽许多的这些的动物，或是让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也曾经用芥菜种来比喻信心，他说我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这么点大的这样的信心，他说就可以叫这个山从这里挪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意思就是，即使我们这个信心是很小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上帝要改变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这颗微小的种子能够种在地里的时候，长起来就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象上帝的作为，人是无法去局限的，人没有办法去约束，人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一个状况。当这个种子能够长大的时候，它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图片里面，这个长大的这个芥菜能够来荫蔽，在它的下面有许多的羊在下面，包括他说飞鸟都可以宿在这个之上。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让这个有生命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那个长大出来之后，我们是可以对别人有益处、有帮助的。甚至包括教会也是一样，也许刚开始教会是小小的，但是当里面有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在里面的时候，它就可以使人得益处、得帮助。所以上帝的工作不被人的期待和想象给局限。有时候我们常常去局限跟去约束，好像上帝的工作只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其实上帝的工作不被人的期待和想象给局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是极大的，人没有办法去局限跟限制上帝的作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能够去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刚好是染上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人，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病房当中，他凭着信心跟上帝的祷告，当然不是说他就无灾无病，并不是，而是他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困境之后，他反而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他成为一个很多人的祝福。就是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受治疗的当中，他听医生的话，并且接受治疗，但是他也信心祷告，上帝医治了他，以至于他的病况很快就恢复。所以连医生都赞叹说，哇，这个作为是很奇妙的，这是一个奇迹，这个人很快就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同时他也影响了他的周边的病友，以至于他周边的病友去感染到他的这样的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啊，我生病了，可能我就不能够见证上帝啊，我怎么样了，我就不能我失业了，好像我就不能够来荣耀上帝。上帝的作为不能够被局限，上帝的工作不被人期待和局限。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上帝的话进入人的心里面，可以带来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几个内容。第一个，认识上帝的话要亲身的参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期待从别人那里领受上帝的话，或是从牧师那里领受上帝的话，或是从小组长那里领受上帝的话，从主日学老师领受上帝的话。但是在更深认识上帝的话语里面，不是只有依赖主日的礼拜，而是要能够更多的认真的去阅读明白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去吸收别人的东西跟内容，而是我们亲身要去经历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亲自参与在上帝话语的里面，而不是只有去得别人所获得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6章第3节，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 PPT 上面就有。何西阿书6章3节，他说：“我们务要认识上主，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着帮助，好像甘雨，好像滋润的春雨一样。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干渴的心能够得着滋润，可以得到帮助。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认识上帝的话要对付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福音好像是两刃的剑一样，我们如果不是被福音拯救，就是被福音来定罪。所以上帝的福音不是只是我们拿来说一个传福音的内容或故事，而是要来对付我们自己。上帝的话是不是真的扎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真的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的老我，或是对付我们里面那些过去的那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牧师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圣经的真理不是拿来要求别人，而是拿来对付自己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圣经的话不是帮别人读的，而是帮我们自己来读，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能够从这里面得帮助。圣经里面常常可以提醒我们一些的话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来去要求别人的。我记得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接受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看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有关婚姻的经文的时候，先生常常会跟太太讲说，你要顺服我，好像这个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然后做太太的常常会要求先生说，你要爱我，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是用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用圣经的话来攻击别人，或是要攻击对方。其实并不是这样，圣经不是拿来要求别人，而是要来要求自己的。所以弟兄要看到的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要求的是我要来爱我的太太。而做姐妹的需要去了解一个事情，是不是拿这个来攻击我的先生，他做不到，而是要看到圣经里面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要求。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不是拿来对付别人的，要求别人，而是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第三个，认识上帝的话要真实的遵守，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台语讲说陪陪或是说好像很糊弄的，或是好像很轻忽的这样带过。所以如果没有引用圣经，不管我们如果多懂圣经没有引用的话，不管我们多会用这个圣经，没有应用出来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话不是只有成为知识，而是成为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所以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这样说，单单拥有圣经是不够的，单单读熟圣经是不够的，单单钻研圣经是不够的，
圣经是要来遵从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话是要来让我们遵从的，而不是只是要来读的，不是只是要来增加知识的，不是只是要去钻研，好像让人家觉得我们的圣经知识是很强的，是很好的。圣经是拿来遵从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刚刚提到了，不是拿圣经来要求别人，而是来要求自己，并且能够来遵守圣经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而且不是只有依靠别人所供应的，我们自己要进入跟参与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最后结论的地方，牧师期待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信仰是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活出那个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天国？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活在天国的里面。怎么样活在天国里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照着上帝的话去行。所以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人看见活在天国里的人就像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信仰是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人从我们的身上会看到天国的样式。我常常用比喻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是这个叫做试吃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去卖场或是去一些地方，我们都会试吃到一些东西。那试吃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的味道就是这样，所以会激发我们想要去购买那样的一个东西，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那样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预先让我们去尝到天国的味道，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的。如果我们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按照上帝所提醒的，按照上帝的命令遵行，在每天的生活上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那样的生命。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天国的生命，天国的国民所活出的生命是天国的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天国的国民里面的这样的生命，去让人看见，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出来的是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也许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跟一些人接触，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接触，或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是能够祝福别人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人从我们的身上，也许他们不会读圣经，但是人从我们的身上会看到圣经，人从我们的身上会看到上帝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活出属神生命的样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虽然我们还是在疫情的状态仍然严峻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在线上一起的聚会跟祷告。我们相聚有时，分散有时，但是让我们能够在相聚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帮助；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也在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主，你把你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好让我们也活出天国美好的生命，使人看见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在我们的里面，好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故事是可以使人得帮助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上帝，帮助我们也用我们生命的故事能够来影响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传讲。接下来我们来金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可福音4章33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马可福音4章33节，再一次，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马可福音4章33节。接下来回应奉献，回应诗歌。主爱滋润我心，在新灵粮诗选396首。
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当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更新跟随他的引导，在释迦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更新跟随他的引导，在释迦的路上奔跑。在奉献，在疫情期间，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网络的转账方式，或者周间到教会里面来，奉献诗歌。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接下来问安差遣礼，因为疫情的关系，请大家在网络上彼此问候，愿神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在周报第3页。那今天是圣灵降临第3主日，我们欢迎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全国防疫升级到第3级警戒，那防疫日期延长到6月28号。室内聚会的时候不要超过5个人，那室外也不要超过10人。那端午连假，祝弟兄姐妹们假期愉快。5号返乡也请在祷告中纪念家人。教会办公室员工将在家里休假到礼拜2。如果有紧急事项，请电话跟牧师来联络。教会目前暂停实体聚会，除了主日线上的崇拜外，另外还有周四查经祷告会，都借由线上来直播的方式传达信息。牧师也邀请各小组有一起上线祷告聚会的时间，并欢迎未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选择参与适合自己的线上小组，让教会的祷告不会间断。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在疫情中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祷告。高雄区的牧者联合拍摄《因为爱你》每日灵修短片，每天的5分钟分享信息，来带领灵修。我们欢迎各小组及弟兄姐妹参与灵修信息，一起来收看。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原本要在7月8号到11号举办的儿童夏令品格营，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要暂停。已报名的同学，请在6月14号以后到办公室来办理退会。6月14以后，到办公室来办理。春季自由学院活动
也因疫情的关系已经暂停，也愿上帝祝福学生及在家各项防疫活动能够进行顺利。卫理神学研究院也将在下半年新学期开新的就业导论课程，请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来做祷告。那教会红本门徒课程也已经暂停上课了，请为学员及学习及持续门徒亲自来做祷告。那教会第12阶段、第2阶段，就本年5到8月的哀读经计划，有意愿者可在群组中向小组长来报名。那我们也为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200人，也求主添加更多得救的人。那最后一点就是有银行或 ATM 转账奉献的弟兄姐妹，要注明奉献项目及姓名，以方便开立奉献收据。那有2笔从台新银行转入的那个奉献没有登录姓名，麻烦跟办公室来联络。那今天聚会以后有成人主日学视讯课程，也请大家来注意时间，在主日后一同来参与。以上，请牧师有没有补充的？接下来这里消息，我们为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的祷告，也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喜悦。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在何处，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口所出的言语，成为真道的种子，种在人的心中，使人得益处、得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殿乐，在殿乐中，请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谢谢。